大家好，我係水晶姐姐，今日帶大家睇一間地點，簡直係無敵嘅全獨立地權 freehold 鎮屋。呢度行去 Milliken GO Station 只要800米，開車去太古廣場 Pacific Mall 只係1.1公里，生活交通配套一流。呢間屋最獨特嘅地方係極罕有嘅 backsplit 6層式設計，門口擁有超大嘅私人車道，單車庫都泊到3架車，招呼朋友都超輕鬆。入到屋，寬敞嘅開放式廚房空間感十足，平時一家人聚會或者朋友聚餐就最啱。行上少少，呢個高於地面嘅 family room 採光極好，仲可以直接 walk out 行出去後花園，完美將室內同戶外空間連成一體。而主人房更加是獨佔整整一層，配有私人3件式衛浴，私隱度極高。再頂層仲3間寬敞明亮嘅睡房，間間都充滿陽光。全屋一共有4間一房，3個洗手間，連 sub-basement 都非常有驚喜。除咗有超大嘅娛樂室之外，仲有2個 den，啱晒攞嚟做 home office、書房或者琴房。呢間空間感大到開行，未來發展潛力極高嘅靚屋已經登場。想搶先睇樓，快啲聯絡我水晶姐姐預約啦！